期我们采访一下塔吉克族小朋友们的爱好，顺便带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名字到底有多长。走，刚好赶上小朋友放学的点啊，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。Hello， 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可以。哇，长得真的很帅，叫什么名字？阿三夏。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呀？踢足球。你长大之后的梦想呢？当兵。哇，这个梦想可以，加油！叫什么名字？小马上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踢足球。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？运动员。什么运动员呢？足球。你要坚持你的爱好，好不好？塔吉克小仙女们的颜值啊，特别漂亮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古力奇曼。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演员，跳舞吧。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演员。啊，可以的，长这么好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古力奇巴。今年多大啦？我今年10岁，7月份的话我就11岁。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兴趣爱好是踢足球。哇，这个仙女喜欢踢足球。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？想当一名足球球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米热古里卡马尔丁。啊，你长得好阳光啊！今年多大啦？11岁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打篮球。哇，打篮球的小姑娘，打篮球的小姑娘不多见哦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当老师。那你要坚持自己的爱好，成为自己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好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沙伊达100下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踢足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巴赫拉姆阿利夫。你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呀？踢足球。你看，足球已经在脚下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古丽夏纳姆。今年多大啦？12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画画。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？老师。为什么想当老师？因为可以教会好多小朋友很多知识。真棒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蒂玛。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喜欢打羽毛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吉格达伊里斯。你的爱好是什么呀？画画。你的梦想呢？长大当警察。那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呢？我想保家卫国。可以的，给你点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塔坎古里胡加加尼。今年几岁了11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跳舞。你的梦想呢？当一名舞蹈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迪扎提纳扎尔。爱好是什么？篮球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艾比布拉。你的爱好是什么呀？唱歌。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？当一个足球员。上次视频里面的小男孩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卜杜尔曼。今年多大啦？8岁。平时喜欢做什么？踢足球、打篮球。我觉得新疆这边小朋友都从小热爱足球。叫什么名字？埃米尔汗。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拼积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艾兹麦提。今年多大啦？8岁。爱好是什么呀？踢足球。你长大之后的梦想呢？当军人。你这么小，为什么想当军人呀？保护祖国。哇，这么小就有这种伟大的目标，姐姐给你点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木米江木山江。爱好是什么？足球。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当军人。啊，这个梦想给你点赞，点赞，给他点赞对吧？你看同学都给你点赞，那你要坚持你的爱好，长大之后就成为你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伊夫热伊利。今年多大啦？10岁。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踢足球。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呢？足球运动员。没有多少人的梦想是长大之后当足球运动员的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新疆塔吉克族小朋友们的梦想啊！足球运动员。我要拿世界杯！姐姐祝你们梦想成真，好不好？甜点要好好学习哦。拜拜。好啦，这期小朋友的采访就结束啦。希望小朋友们能坚持自己的爱好，成为自己的梦想。大家还想看我采访什么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哦。